18碗，每碗出来吼，17出来是。无出猪？哈？你有出猪无？猪？有出猪？无啦，拢读家己啦。嘿啊，啊毋着甲伊保留起来。少年啊，无人要学啦。我要学人来教者。你家己，哦，你卡地，我也。还菜地啊，菜地你知影？嘿。水啊游那开花，是白啊婆婆来相问呀，哥爱悠悠那，哥食得你都爱悠悠，泡泡啊做甚好，迄上有爱听话哦。安尼较讲是我爸会去无用公园，因为我有去看。啊，佫扣你一张相片，紧了。嘿啊！我煞家袂认的是我。阮离开50几你着爱唱2拍，啊，你若2拍毋是，你甲唱落4骹拢出来袂歹卡，讲啊，刚好1点半就安尼尔，重点是安尼尔。啊，所以少年仔拢讲，啊，老啊无效，人老啊北来就无你。我应该把快要闹出来。是啊，50多年啊，我12岁的时阵，伫公益电台是小学琴老师甲我看教。人讲一日为师，是终身为父。老师，谢谢你。谢谢，感谢各位利用今仔日教师节上届纪念日，难得，伊无阿仔呢，偷来叫我欢喜一个吼，所有的目屎拢是烧落的，毋是冷淡，无甲17个，10人啦，实话是10人啦。啊，甲我头尾当的感情，就是3搁加1，安尼4年的中间。啊，迄阵啊，电台吼，下一寡听众有渐渐较入去即个电视剧。迄阵啊，还搁黑白无彩色，杨丽花。我是讲这查某囡仔吼，遮聪明。伊见面来，我就伊做啥物角色的，三匹阳台做人情啊。你阁还会记得哦？做人情啊，我较早吼要去化妆室，迄是啥物声？啊，敢若亲像人咧唱歌，啊，敢若咧讲话。原来就是秘踮咧化妆室的内底。你袂记，老师会记，伊还咧偷学人心啊。对。啊，我想讲，我有一个大学长要离开电台啦。啊，所以这查某囡仔遮好的前途，就安尼甲送互杨丽花。伊去杨丽花入电视做，为安尼啦，以上多谢，谢谢。教师节，要祝老师吼身体健康吼，你爱永久来甲咱做新团，毋通安尼休困吼。我知影我老，我已经超过年岁啊。袂啦，你着爱搁新团互一寡较下辈人了解讲，啥物叫做北来，啥物叫做歌文，啥物叫做即个内行的即个唱念。安尼吼，原来你着用字啊。谢谢，只要在座观众朋友无满老，我当年嘛来甲教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感谢，蔡教授，今日足感谢你来引荐，互我过来甲老师见面吼，我实在非常欢喜啦。人即个歌戏是有伦理的，老师拄则甲我讲，互我真正感慨讲，即摆的少年人讲嫌咱老啊无路用，你甲看，即摆的囡仔偌歹教事。艺术是无底深坑啦，艺术是一日千里，你不断都爱来学习，你才会进步。你若想着讲，你家己真够啊，安尼你就是停顿踮的遐。你到
敖是别人讲你敖，毋是你家己讲你敖的啦。有麝自然香，何必当风流？是啦，所以这是有伦理的，咱爱尊敬老师，你才学会着好物件。恁今仔日来遮，大家拢是真有福气，才会当来看到这个老师级的伫咧遮阴暗要来表演。咱搁再来鼓励，保庇老师吼爱活较久的，交103岁。老师加油！你这个真乖啊啦，你若这个会晓讲拢总无老师去咯啦，会晓讲非常的乖巧，搁随做水，吼。谢谢。